新竹市殡仪馆顶礼拜竟然甲人烧唔到代替，这是引起社会的议论。除了这家属无法度接受以外，也显示这管理呢是有真大的问题。市议会民进党团是带队去了解规个这毁坏流程，也要求市政府要公开来核实的，建立完整的监督机制。 新竹市殡仪馆顶礼拜五发生殡葬业者领唔到代替、烧唔到往生者的代志，引起家属甲业者爆发冲突。民众听了拢讲实在真离谱。最后一次可以看到他亲人的最后一面，就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，就这样突然看不到了，当然一定会很生气啊。那我们会依照那个退殡单的时间。 然后我们去做退殡的动作。新竹市议会民进党党团拜三下晡来到殡仪馆了解状况，听殡仪馆的人员解说目前领代替流程，也批评新竹市府拢甲错误塞互外包厂商，却无看到市府监督单位提出检讨。不管对于我们的大体出入库，还有羽化的系统，或者是所有殡葬管理的系统，以及人员的配置最重要的概念是。 所里面一定要有同仁，对于整个民众的往生者的大体出，一直到羽化管羽化的整个过程，要负起所有的责任。议员表示，确认往生者的身份是上基本的，要求市府应该要向家属、参社会大众回实嘞。发生错烧遗体的事件，该负的责任我们一定负责到底。我也以最严厉的态度督导厂商。 对于家属的部分，目前也已经完成和解，而市府内部因为督导不周而造成的疏失，我们也会确实进行惩处。那另外短期的防范措施，我们会立刻来处置。后续的优化或者是人力的补强，我们会迅速来进行评估。议员也要求市府应该要建立完整的 QR code 验证，做好管理机制，而且要加强人员训练，绝对袂使让同款的代志搁再发生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